香港高爾夫球會幾十年嚟一直致力並積極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，全面提升香港高球運動及相關產業喺國際舞台上嘅影響力。粉嶺球場透過舉辦全球頂級高球盛事，將香港高球打造成為一個亮麗嘅國際名片，每年吸引數以萬計嘅觀眾入場，奠定香港高爾夫球會地位。除咗歷史悠久，連續舉辦咗60幾年嘅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，今年第15屆全運會高爾夫球賽事，粉嶺球場都被選為指定嘅場地。此外，球會明年第3年舉辦全球頂尖嘅高球盛事 Live Golf， 舉辦唔同嘅國際賽事，長遠令香港成為國際高爾夫球界嘅焦點，吸引全球目光，帶動香港經濟。高爾夫盛事陸續有嚟，粉嶺球場到時見。